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兩道我好中意嘅快手抗炎減脂餐，食材簡單，步驟快速，但食起身一啲都唔單調，味道超滿足。首先我哋準備2條倉魚，發芽糙米同埋白米混合煮飯，煮好之後就係咁嘅樣。首先我哋醃一下魚，放入生薑片、料酒、現磨黑胡椒鹽，醃大概10到15分鐘。醃好之後，平底鑊倒入適量嘅牛油果油，將魚放落去煎，稍微輕壓一下，魚皮就會煎得更加均勻。一面煎好之後，反面繼續煎，每一面中火大概煎4到5分鐘，煎成咁就可以裝盤㗎喇。裝盤之後淋上黑松露亞麻籽油醋就 OK。可以再撒啲蔥花裝飾下，然後我哋嚟準備炒個生菜。除咗生菜，仲有蒜嘅。啱啱煎魚嘅鑊入邊剩低嘅油唔好倒，直接用嚟炒菜就得噶啦。蒜爆香之後，將生菜倒落去翻炒熟透就得。最後撒啲鹽調味就完成啦。皮脆肉嫩，再加少少醋嘅酸，啱啱好。首先嚟調個醬汁，碗入邊倒入1包咖喱醬，椰漿5湯匙，代糖1/2湯匙，士拉茶2/3湯匙，仲有少少嘅薑黃粉，混合攪勻。跟住平底鑊倒入適量嘅牛油果油。青花魚用廚房紙吸乾表面水分之後，放落去平底鑊入邊，帶皮嘅一面先煎，壓一下魚身，煎得會更加均勻嘅。一面煎好之後，繼續反面煎，每一面大概煎2到3分鐘就得噶啦。煎好之後，我哋嚟裝盤，重新用一個新嘅鑊倒入調好嘅咖喱醬，100毫升左右嘅水，煮到自己中意嘅濃稠度就可以關火噶啦。最後淋喺魚肉表面。我哋再嚟撒啲蔥裝飾下，最尾我哋一齊嚟做個唔使開火就可以搞掂嘅紫菜味噌湯。碗入邊我哋放入紫菜、蝦皮同埋有機嘅白味噌，倒入適量嘅熱水，建議水溫低於70攝氏度，咁呢就可以避免破壞味噌入邊嘅益生菌。將味噌攪拌到融化就得噶啦。魚之香啱啱好，咖喱香又唔搶氣，好餸飯。好啦，今日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見啦。